好，来继续来看行政院人事总处来公布着明年的行事历。明年限困会当限720天，按3天以上的年假有9个，尤其是农历过年甲228的年假真晚近，只要搁请4天的假，上最会当连续16天。在被想象的世界，享受刺激的初世，目睭看过是一大片梦幻的美景。大人出世，囡仔也会当爽世。日本的出世季特别到路，将会一路到明年的4、5月。要毋过想要体验，假就爱放了有够长。明年的年假出炉，旧历的春节拢总有9天，另外228的年假也有4天。用这4天若搁甲请落，就会当连续放16天，休甲爽。可能看有没有办法出国吧，日本。可能会想出国玩吧，应该会选比较近的，可能日本。经济许可的话，应该会想去欧洲了。那旧历的春节，也有儿童节、清明节、甲中秋节和教师节，拢总是4天连假。啊，那劳动节、国际节、国庆节、甲光复节，拢拄好是3天的年假。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，他薪水照领的话，应该是真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要看工作如果工作不打扰的话，我觉得这样还不错。但如果是像我的话，因为可能还是要就是被on call这样。虽然讲大家工课性质甲排休的方式拢无同，也毋过对真侪上班族来讲，期待年假变作是上班的动力。也会当伫无用的生活中小小喘一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